行政院會今仔通過在野黨團提出的三大公投案，有機會在年底公投白大選。這三案是國民黨團提出的變形立法，重新啟動核電，也有這民眾黨團提出的交通罰款專用公投。所以來就要經過這中選會審查，若確定成案，預估會增加14億的選務經費。另外，卡350天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，總算是三讀通過了，通案台480億。行政院長杜英台9月到12月薪水紅凍結。當國家沒有辦法給予人民公平正義的時候，我們用公投把公平正義還給人民。國民黨立委話講，愛甲權力還給人民。立法院會就是處理南北黨團提出的攏總4項公投提案，經過表決，國民黨團提出變形立法，希望嚇阻性侵虐童，也有早期罪犯，以及電開核電愛政府廢除廢核加園的能源政策。另外，也有民眾黨團提出的交通罰款專用攏總3項公投案，在南北人數優勢有通過，確定送出立法院。我們主張交通罰款要專款專用。民進黨為了阻擋，就是要閹割我們的公投案，但是我們堅持還是交給全民做決定。你送到中選會之後，你這個立法院全部都是白痴。執政黨也同意要100%，啊，你們也要100%，啊，你們要公投什麼？必要性在什麼地方？針對民眾黨提案的安樂死公投，因為立委柯忠信出國，白贏敢若7張同意票，國民黨在表決的時陣雄雄棄權，最後拿的人數優勢，確定無通過。贊成者少數，台灣民眾黨團體不通過。他們棄權不投票，我們也尊重他們的決定了。這個民主政治就這樣嘛。3項提案送出立法院了後，會交由中選會審議。那最後確定3個公投白大選，預估選務經費會增加新台幣14億。聽到國會通過了這3個公投案，而不是原來的6個公投案，我相信大家心頭都鬆了一口氣。我們的30萬選務工作人員都會感到高興的。中選會委員會很快的針對這3個案子來做出最後的一個決議。審視的全部照做，游榮亮講，中選會是合議制，審議結果是有真大無確定性，但是是不是有可能3項組成一張選票？游榮亮嘛表示，目前相關的修法也未通過，嘛呼籲國會尊重選務專業，唔通一時想到老草立法。記者採訪報道。